来看有民间团体提出讲，死刑判决确定后，应该爱伫6个月内执行的全国性的公投提案。中选会主委李进勇今仔是表示讲，因为8月特别办公投，提案必须伫公投日90日进前完成哦，所以今年应该是袂赴咯。也毋过，有立委质疑讲，中选会甲公投日子定死死，阁有听证的听数爱做，根本哦就是故意要互这个公投会被复办。个人正关心死刑执行的进度，由台湾北下公益协会理事长齐焦点带头所提出的死刑判决确定了，应该伫咧6个月内执行完毕的全国性公投提案。中选会伫几工前举行听证会，对是毋是人赶伫咧8月公投，中选会主委李进勇讲，今年恐惊袂赴，引起立委质疑。公投日已经定死，等同是行政没收。公投法修正了，从110年起啊，那每2年举行一次。你这样子是你由于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那不会延，几乎把公投判死刑。我们有统计哈，我们有检视这个每一个案子提出来之后，到底它每一个阶段办理的时程是怎么样？没有异常的状况啊，都是按照既定的这个时程来办理。总统甲立委的选举换年进行。对最近全台湾各地连连传出恐吓的信息，和投票所专务安全被放大检查。李进勇讲有紧急应变机制，也甲检调机关保持密切的联络。立委问讲，若是有几落个投票所传出有爆炸的信息，是不是有舞弊的投票所？如果在外面的，不是学校的，恐怕就不这么容易了哦。紧急的状况啊，当然我们不能够排除。其实这样子的一种因应在2020年总统选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所这个准备。台大经济系学会选举公报引起技术的争议。立委讲，选罢法针对选举公报这项规范，袂当有煽动他人犯内乱罪或者是外犯罪，不当破坏社会秩序。触犯刑法等罪名，对有奖毒机制并无规范。李进勇讲，中选会无监督机制，立委认为安尼无啥好，应该要有查核的机制来保障选民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